好，来，咱直接开始了哈。哎呦，喂，文本走一堆。这附录第26篇，26篇。附录26篇，是陈成功写的款，毋是，是应该是贵写互陈成功。好来，26篇啥呢？致敬伊殿下惯常的称谓，大明招讨大将军，大明招讨大将军郭信爷。当印度议会特殊议员，目前这个舰队的司令官 Frederick 归伊问候你阁下，阁下，迄一称道应该对你殿下守着的米，阮的正长讲，还阁欠约335道。毋过阮相信因为即个恶劣的天气甲匆匆忙忙的即个运输增船收好者甲交好者双方拢会有失误的可能因此双方认知的数量才会有遮尔大的差异。因为现在呢，要来避免即种失误已经真困难，所以阮无要去要求上述所欠的部分。希望阮即撮航行的日程会得过2个月若无按照一般情形，阮是需要这全部的米啦迄10只牛呢，含用数只舢板所载来的一个汉字阮伫遮拢有收到啊。为此，阮要你殿下谨表谢意。请你殿下，互迄寡有定要对福罗摩萨来的人，以及还阁伫迄个圣布里的公司的人员，尽量较紧来阮遮，因为遮尔侪的人甲船只继续遮尔延前落去会互阮所渡船的粮食减少，也会互适合航行的时间减短，互阮会遭遇真大的危险。今仔日阮有3只船已经先出航，要去淡水抢水，应该是下淡水溪啦好，下面写着伫东报复号顶头1662年2月15号签名，因2月9号大家去落船的结果呢，即嘛已经潜咗1礼拜伫船顶潜1礼拜实在是。伊确实会急啦好，即马这附录拢得啊昨昏咱读个25一篇足大篇，读足久诶。26我看2到30拢足倒咱拢总共附录才37篇尔无定今仔日头面1点钟读了我看剩一点尔好，附录第27篇上款是贵写互陈成功，致敬伊殿下大明招讨大将军郭信爷，当印度议会特殊议员，目前停伫台湾停船处的即个舰队的司令官 Frederick 归伊问候你阁下，此地收到的米减过比1000多较少的即战术呢？无疑义是因为各种状况所造成的，但是呢，德克像所讲的遐尼多迄毋是袂会是真的啦迄袂会是真的，因为迄个恶劣的天气、匆匆忙忙的运输、甲装船以及遮尔多无用的代志，是无可能像应该有的态度安尼。斟酌来验收，因此呢，也是有可能所得克的，并无讲介多所以对阮现在所收到的已经感觉有满足啊。下面写着
伫快艇东部河顶头，1662年2月16号签名，原档案空白。奇怪，因为什么第二天佫写一张相款差不多长短啊，都内容佫相像，差不多拢相像的批。好，不管咱继续读来，附录28。我尊贵的主人 Frederick 贵阁下，好，这啥物人写的？来看，对，写签名是 Living Spore， 这毋知啥物人啊？我记得是一个荷兰人啦吼。伊是安尼写，讲以前伫咧苏林关口诶顺领之下巷内处队行程中，即只小便伫咧船顶，捌有人因为不当诶言行举止来被宣判罚款。后来因为当事人正式礼貌来道歉，被采信了后，就免被处罚咯。以为因将来会信守诺言，相安无事。但是这56天来，因又搁故伎重演，先是秘密啊开始煞接是变本加厉，以不当的生活语言来生活言语来辱骂别人称助理 Walcott 是小龟角啊，小公鸡啦，伊安尼写我袂念小龟角啊迄个荷习总管总破西含一个通常被称作 Peter Snap 的水手，因拢趾高气昂起来我叫唤啦因拢即个笑着起来真臭扬起来迄个捌因为不当言行而被处罚过的总破西礼骂船长是高岗我高岗算学了吧9箍银的鸟即种就毋知啥物礼骂法啦荷兰人这算你甲骂就对了，一只9箍银的鸟，因为因安尼做有暴乱的倾向应该是读倾吧，倾向查一下。读倾并并就是并出并扫，迄个并清气这并并人的饭碗，这应该是算粪土啦意思是并但是是汉字写青岛的青倾拢会使倾就是出，或者是还平拍叫做倾倒坏弹起并出这拢是倾并出并空倾家荡产所以呢，有暴乱的倾向因为因安尼做有暴乱的倾向啦，歹势倾向请恁阁下甲即挂人暂时派去坐其他的船，一直到较安全的时阵，才过来审问因，或者是恁阁下决定要用其他的办法来处理。阮听候恁阁下对此事的裁决，下面写着：恁阁下持续顺服，完全准备好的信簿，签名 Living Spore， 边仔写着是伫台湾头前的天顺厝的小便对船 Turbo 号顶头，1662年2月16号。因袂歹写批拢会甲人伫啥物所在，伫倒一个位置写清楚，所以咱即马看较有啦无有写毋知到底是伊即马伫船顶，大概伫船顶就开始起冤家啊，然后这1600天啊前2月16号已经
7天啊吼。所以这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就开始出现了吼。后来下底是回批，附录第29篇，保尔先生迄个伤害别人尊严的总破塞吼，伊是写即个应该是歹势爱读赌记啦吼，厨师吼，歹势赌记吼，我读毋对。来我查一个吼。我用汉字厨子吼，你写汉字就写厨子嘛吼，去查着查即个赌记即个吼，伫台历大书顶收吼，即较早我捌读过啦，所以我有印象吼。料理的即个读书吼，即个会当读读嘛吼，厨子吼，读吼，赌记吼，这赌记是应该是。台语的讲法，但是我其实我毋捌听过啦，我袂记我伫倒学着吼。赌记，我看嘛，看过有其他的讲法无？来查看觅啊。赌记，赌记，赌吼，迄个。刀剑迄个刀吼，刀子，嘛会使读刀子就对啦，嘛会使讲刀子或者是刀子吼。刀子是 T-O 无一点吼，刀子是 T-O 一点吼。即个处理我来查一个读音 copy 监理点。读做赌甲毒吼，赌子就是煮食的人吼，赌子。厨是太精心的所在，厨房嘛吼，为什么叫做厨房？太精心的所在吼，灶骹吼，煮拢叫做毒吼，灶骹。灶骹，当安尼讲的时阵，真正我想着灶的即个头前即角位啊，吼，足温暖的一个所在吼。我会记得冬天的时阵，我上爱就伫遐吼，当啊烘好，烘茶、烘大灶安尼，真灶骹。好。太精神的所在吼，我毋知恁捌刣过鸡无？我是毋敢啦，我袂晓刣吼。较早阮某咧刣鸡的时阵，我会斗相共叫我斗掠嘛吼。迄较大只的鸡吼，迄其实是掠袂牢，你知？用迄个粪机倒壳，甲迄鸡吼缀牢的。粪机倒壳甲鸡缀牢啊！阮某啊来挂颔棍，挂迄鸡颔棍啊，门踹挂颔棍。迄鸡若咧拧的时阵，迄有力的，有些根本掠袂牢。我咱读差不多初中、高中，我袂记是读初中的，读初中的，读初中、高中，我已经足日头足饱的啊！鸡一只鸡根本掠袂牢，因为咱鸡咧拼命的时阵，我真正是好啦。想到这忽然间讲起吼。太清醒的所在，我想到这代志。其实我足惊，我足惊看母仔刣鸡。好，来继续读落吼。即个回答即个保尔先生讲，迄个伤害别人尊严的赌子吼，恁爱甲伊收禁起来，并且爱随该收集好控诉伊的证词。
用来确实制止伊即种恶行。顺次问候恁，下面写着恁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贵，边仔写伫快艇 Domburf 号顶头，1662年2月16号吼。好，附录第30篇。这个是啥物人写？哦，这是贵写哦，这个 Van Iberen 甲 Six 这两位先生吼。附录30 Van Iberen 和 Six 先生，伊即个 Six 译名就真正叫 SIX 吼，当然这荷兰文啦吼。依照昨昏恁经由阮的大公甲阮讲的消息吼，现在阮派阮的 Pro 船吼 ，Pro 船伊写拼音吼，毋知啥物船 ，PRAUW Pro 船含两只小船去接恁今仔日来做哦，就是这两位是。Van Iberen 甲 Six， 那是算电休啦，就是伫上后壁你处理一寡代志吼，所以因伫迄个内底写上晚走吼。今仔日已经派船去接，要去接恁今仔日来坐船，阮真欢喜恁要来阮遮咯，也真欢喜甲所期待着的人对佛罗摩萨同齐带来。安尼，阮就毋免烦恼这以后吼，还阁必须等咧遮到老阁较长的时间。愿阮大家拢望上帝怜悯，就是因本来要载一寡富人人甲即个囡仔吼，荷兰一寡囡仔吼，就是伫咧线伫咧迄个国村社的一寡富人人啦，哈，即寡富人人应该拢是一寡先师娘，就是即个牧师娘啦，吼。牧师拢叫人抬头去啊啦，线伫外口，伊个牧师拢掠去抬头啊。这牧师娘甲一寡囡仔吼，啊一直无集合活来，所以一直伫等吼，总算等着吼。下面写着恁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贵，边仔写着伫台湾头前的天尊厝东报号顶头1662年2月17号。伫个下面写着恁所交互对方的物件的详细清单，恁来的时阵爱做一个查来吼，就是交接互电信公的物件啦吼。附录31吼，信号规定，伫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 Frederick 贵阁下的支持下。对此地要航往巴达比亚的所有船只，Domburf 号、Acvin 号、Lennon 号甲 Turbot 号的各船长伫航行中必须遵行的信号规定。一开始一个小标题讲信号规定，我看无啊，意思是讲即嘛规则啊吼，意思是讲咱只规定一寡信号啦，咱。即寡船哟，几只1、2、3、4只大船的款，啊是4只船，反正就是这4只船同齐要航行，所以规定一寡信号啦。因为迄当阵无可能，你这 walkie talkie 无大哥大，无即个对讲机嘛吼，无即个 walkie talkie 啦吼，所以拍记号吼，啊所以这只信号规定，或者是拍炮啥吼，我看嘛信号规定哦。21条啦吼，21条信号规定吼，所以这好长的吼。今仔日这篇较长来，咱来看吼。第一条，上述 Frederick 贵伊所坐的大船 Domburf 号，伫咧航到目的地的整个航程中，拢得以指挥所有其他的船只。夜间对船母的平台甲帮用灯号来指挥。第二，若是要对一个所在启程出航，就以放下第二层的一个四角旁含即个后尾旁来做信号吼。伫咧夜间，就爱以点到两拍灯号做信号吼。所以这是第二条吼，配合第二条安尼较好记啦吼。第二层的四角旁甲后尾旁。第三，若是即只指挥船伫咧夜间，或者是因为风势真赖，或者是因为其他必要的因素，
认为讲需要转换航向，就是讲指挥船啊，认为讲爱换爱设向，伫咧船尾平台迄2拍灯号以外，将搁先搁点到2拍灯号，其中1拍是先挂伫咧后尾旁的桅杆顶。这拍灯号呢是伫咧信号传达了后，将随对迄个桅杆该摕落来。其他的船只看到这个信号了后，爱挂起1拍灯号，表示讲已经看到这个信号。伫咧夜间，就会随将指挥船来转换航向。这是通信工程通信原理的第一步，就是这个握手啦，就是我送一个信号你爱回应一个信号，我知影讲你看到安尼这基本的这你学通信的人拢知好，来到大海顶，来到大海上以后夜间大家拢爱注意，毋通被强风吹离开航道。爱极力避免发生灾难，并且大家拢爱保持做伙，保持斗阵做伙。而且呢，上澳航行的船只，夜间爱一直留伫咧指挥船边仔来航行。毋知啥物叫做上澳航行的船只。好，这是第3条。第4条。若是指挥船伫咧暗时认为讲应该爱停船，将会伫另外迄两拍灯号以外，伫咧船尾平台的后面，另外搁点起2拍灯号，正做是要停船的信号。其他的船只若看到这个信号了后，也爱踮咧船尾平台，点起一拍灯号，表示你有看到信号，并且来停船。当指挥船认为讲应该启程开航咯，将会发炮一响，并且对迄个船尾平台用2拍灯号做信号。迄时其他船只看到这个信号的时阵，嘛是爱点起一拍灯号来回应，并且摇起因的鼎。第5，如果若有船只遭遇紧急的意外，愿上帝保庇不致遭遇啦，不致发生。无论是漏水、跨线、这个搭着打石，或者是其他的意外事故，若是伫咧历史，就用对围楼绑一条长的这个篷布飘扬，并且发炮一响。若是伫咧夜间，就爱甲所有的灯号拢点倒起来，并且发炮3响，紧急嘛这时所有的船只拢必须要停落来，用小艇甲小船来尽力协助。有所带不来协助者，将会受到处罚。第6条，拄着大雾或者是乌阴的天气的时阵，为着要避免船只互相去弄着互相去烧坏爱有时爱小爱明称大称其他的船嘛爱明称来回应就是原来放称互阮听者知影你伫倒伫即种天气，若是指挥船认为讲应该转换航向，就会用大炮发炮一响。其他的船只听到了后，也爱用同款的大炮发炮一响来回应，然后大家同齐即个转换航向。因为大蒙无看的嘛，所以你拍一炮，我有听到，你就爱另外原来你就爱回应一炮，互对方听到嘛所以看袂到只好用声音的意思，是安尼第7，若是有船只夜间因为强风而必须要减少即个
长篷啊，就是即个梯开的篷爱减少啦吼，因为风伤大嘛吼。即该船必须要先点到2拍灯火，一拍挂伫个船头，即个叫做收车尾船头啦吼。收是头壳迄个头数嘛吼，收领吼。收车尾，另外一拍爱挂伫船尾的边台顶，并且发炮一响，吼。其余的船只也爱互相调整船篷，而又搁要开放梯篷的时阵呢，就爱踮咧后围，留啊伫个桅杆下面的后围锁遐，点到第3拍灯火。第八，若是伫个即个黑暗暝遭遇暴风的恶劣天气，或者是伫个凶影的大影当中，地教粉必须要收篷，或者是只敢用真少的篷来漂航的时阵呢，指挥船就会伫个迄条大的锁啊吼，大的紧锁吼，来点到2拍灯火，2拍拢将会挂伫个同一个悬度。其他的船只爱挂起1拍灯火，以便伫其他利便其他的船只来识别。第9，若是点钱无风，但是海影悠远，相应动的时阵吼，动荡啦吼。大家拢必须要小心注意吼，就是若点睛无风，但是影却摇真大，这敢会发生？无风佫会影真大，看无吼？大家必须要小心注意，船只袂使互相划伤近，爱保持距离。已经9点半，以免来发生烧划不幸事故。若是有去划到其他的船只吼。愿上帝保庇啦，毋通发生将的疑处就是来大家讨论看要怎处理啦吼。第10条，爱特别严肃来叮咛命令每一个船长甲大工，伫个守望的时阵呢，务必精神专注，随从指挥船。就是恁伫顾船的人啦吼，一定要精神专注啦，随从指挥船吼。任何人拢不得伫个任何时间来发生失误，直到脱离船队。这是尊贵的公司严格要求吼。意思你倒调就对啦吼，袂使直接走去泡咖啡吼，走去搏一支粉才转来吼，船会脱队去啊，你就毋知吼。倒无对你就毋知吼。第11条，任何人伫个日时爱去掠地，或者是要拍定的时阵，必须伫个船尾挂起青龙旗吼。共款伫个夜间，若看到掠地，或者是要拍定的时阵，必须伫个两边各点到1拍灯火，并且发炮一响。第12。万一发生即寡船只当中有船去弄到其他的船呢，安尼后来伫个日时看到，就爱甲即寡船爱甲因的第2顶的即个4角篷升降3摆，然后再个用大炮发炮一响，并且互迄面4角篷继续升挂伫遐，一直到其他的船只拢有看到，并且将因的现通的看板甲拍开，后尾篷升起，并且发炮一响回应，发出即寡信号了后，其他的船只爱来自执听候。第13条，我讲拢总21条嘛吼，13条，若是有人伫个日时看到青云的船，爱甲船尾挂起青龙旗。但是呢，伫个向上司的贵阁下报告，并且处理伊的命令进前，船队的任何人拢不准擅自迄个青云的船航去。第14，伫
伫任何一只船顶，若是有船员恶意欺人拨乱，或者是即个结伙抢夺就是规定你共抢即种行为，即种互人难堪的情形，严重到该船的主管、政委主管认为讲有需要尊贵的归于阁下报告，并且请求裁决处理。伫即种情形之下，就是你船员作乱啦，伫遐你欺人拨乱，有诶无诶就做即种歹代。伫即种情形之下，就爱甲一条大埔，伊写大埔台湾迄个台大埔是毋是写毋对，拍毋对哩？就爱甲一条大埔绑伫一支棍仔顶头，对阳台挂出来。安尼先看到即个信号的人，就会想讲，贵国下将对此采取法律制裁。若要毋改邪归正，到时阵伊国下将会含正议员对即个有危险性的恶行，以及时下令来制裁。这段啊，落长。第15，任何人，无论是日时或者是暗时，拢不准航越指挥船，袂使超船就对啦，袂使超过。违者罚款$6，规入公司的税收，算公司的收入就对了。第16，当规于阁下想要和税务官讲话的时阵呢，会伫即只快艇东部符号的后围的桅杆挂起一条番旗，迄时稽查官就爱随来船顶甲伊见面我毋知影为虾米头前写税务官，后壁写稽查官第17条，即个舰队每一只船的各主管拢必须注意，无论虾米职位的人，任何的交酒拢毋准来卖毋准出卖，也不准伫咧士兵当中自相买卖，就是袂当士兵逐个互相咧卖酒就对啦。我食一间卖你安尼袂使。违反者将由议会裁决处罚交酒，台语叫做交酒保酒啦华语安怎讲，大家知我爱讲啊交酒保酒第18，即个舰队每一只船的各中尉甲掌旗官拢必须注意，所有士兵的武器，像枪啦经排大排伫咧后骹只边就是经的即个排大，含刀剑拢爱确实切互清气，并且爱抹油，爱保养就对啦。安尼伫咧天气歹的时阵呢，就袂互迄寡士兵无代志通好做安尼去甲邦的即个涉水坑或者是其他的所在伫遐，你都弄榴莲热烧安尼意思是平常时无代志，就叫因保养穿啦。这较早阮做兵嘛安尼较早伫咧新兵中心嘛是安尼无你操伫咧教室落雨天到就保养穿。所以互因踮遐咧热烧，安尼会互因被逼留踮咧适当的所在有代志通好做。第19条。这已经毋是信号啊，这也是一寡规矩啦第19条敢若是信号若是快艇东部符号伫咧后围即个桅杆挂起番旗，迄只载着即个舰队的尊贵的稽查官的小便队船特步的号，都爱来即只东部符号后壁，要来听取伊被调来的命令是啥物。以便会当尽量较紧用口条或者是书面提出答复。第20条，当即只快艇东部符号对船尾的便台挂起一面白旗，并且发炮一响的时阵，Van Weveren 阁下 Van Iberen 先生甲
波尔先生就要来即只船顶。第21条，又搁当即只船东北号对船尾的边台挂起一面红旗，并且发炮一响，即个舰队的所有船长以及因的高级大工，拢爱来即个船顶，拢爱来即只船顶吼，并且爱甲因的地图甲方案同齐查来，以便参详，以便大家来商议。伫咧即个航行中，若是有啥物会当对尊贵的公司尽上大的效劳之处，就是以便来商议伫咧即个航行中会当有啥物对公司会当尽上大的效劳之处，来参详即代志，好，21条读煞，过来最后一段，关系到饮食的分配，必须要遵守即个命令，就是每人一工一磅的米，每一工6罐水，6细罐的水吼。每人每一礼拜吼，均肝加杯吼，每人每一礼拜1/4羹的橄榄油，均肝会当加杯吼。每人每一礼拜吼2/2罐的烧酒，无够酒会使啉烧酒啦，吼 ，Arak 酒，咱正常拢读做 Arak 酒，伊无反嘛，今仔知影着烧酒吼。均肝加杯吼，每人每一礼拜半羹嘛，均肝1羹吼。每人每一礼拜半羹的醋，均肝加杯。每人每一礼拜3/4磅的肉，均肝加杯。每人每一礼拜半磅的肥肉，均肝加杯。每一礼拜1小箱的茯苓豆。伫咧快艇东北号顶头停伫咧下淡水河头前，已经准备好要启程。1662年2月17号，所以因伫咧休7天了后，今仔第8天啊，要启程啊，已经去抢水啊，去下淡水河抢水啊。其实就是已经出发啦，附录第32篇 Altgens 阁下，我看嘛时间过20分，读个了未？应该会好。附录32篇是贵写有一个叫做 Altgens 阁下 ，Altgens 是进前3个即个谈判代表其中一个吼。Altgens 阁下伫遮嘛送去20岛棉布含10岛几年的即个抹布，即款物件你阁下爱平均分发互伫咧艾克运河顶头迄20个逃往避南去的人吼。诚做是伫咧即个航行中留下会当换穿的衫来用吼。到时即款物件将会对因的即个因的口座来扣除费用吼，毋是白白送人的吼。公司毋是你最好心吼，该算的爱扣掉。而且嘛要寄去一份要写互国姓爷的批的草稿，即张批将会交互伫咧遮的新仔人早去交互国姓爷。阮咧听候恁对此的意见甲的回应。愿上帝保护恁国家健康，而且兴盛发达。兴盛发达。下面写着你国家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一，边仔写着伫下淡水河头前的东北河顶头的1662年2月19号，抢水抢要2天啊！伫咧搁较下面的所在写着安尼的简函，也写互Van Eperen 先生，也送21岛白棉布甲10岛半的几年的抹布去互伊。好，下底是写互Van Eperen的吼，咱来看写啥？是规写互Van Eperen。Van Eperen 先生
伫遮送去21袋白米布和10袋半的几年的麻布，即款物件，你阁下爱平均分发互伫咧瑞嫩河顶头的21个逃走去避难的人，以便互因伫即个航行中加少会当更换请用。到时阵，即款物件将会对因的口座来扣除费用。伫遮也寄去一份要写互国姓的批的草稿，即张批将会要交互伫咧厝地的新仔人，早去交互国姓爷。阮听候恁对此的意见的回应。愿上帝保庇你国下健康，而且兴盛发达。下面写着你国下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一。边仔写着伫咧下淡水河头前的东北河顶头，1662年2月19号。伫咧搁较下面写着，迄寡避难人希望伫咧加勒东被囥去陆上的时阵呢，无希望被带去巴达米亚，所以伫遮甲即寡人送去坐船，什么意思啊？因无希望去巴达米亚送去坐船要坐迄对。迄只特步号呢，为着该船家己含阮的船去抢水的时阵，要甲即寡人带去遐，带去倒位啊？好了，不要紧，后一张就是因写共款内容的批啦吼。后一张就是写特步号，咱来看写啥物。伊安尼写吼，特步号的主管、政委主管吼，这3个避难人，恁爱伫咧夜间吼，伫咧暗时的时阵，甲因送去介伫放索啊，甲加勒东中间的Langelove 河顶来起山吼，来上岸吼，爱交互因每人2袋空眼布甲一寡米，但是爱注意，除此以外，阮的物件袂使互因摕走吼。即个代志执行了后，爱全力设法去尽量较紧转来遮，小心航行。下面写着，伫咧停泊伫咧淡水河头前的快艇东部河顶头，1662年2月19号签名 Frederick 归一。下底有一个注脚吼，写讲 M. Hurt 是一个人名吼。有关伫咧商店里所看到的迄寡好物的批。应该插伫咧遮，所以对即张批是就是迄张批的款吼。毋知啦，因为看袂出 M Hurt， 因为对即张批无啊，和 M Hurt 无关系咧。好，15分，我小休息啊。关一下麦克。因为昨马王甲我讲，这拆灯啊，这个塑胶落啊，现在太尖了，伊壳挡袂牢，伊跟挂耳机啊款。我才用这上班。你也做大声，伊迄录啊吼，特别大声。食这汤啊，较袂痰高。好，过来。附录第35篇，最后3篇啊吼。35篇是安尼写，伫即个 Frederick 贵国下，啥物人写 ？M Hurt 就是 M Hurt 吼。所以对即张批就是拄则讲的插伫遮即张批是 M Hurt 写互 Frederick 贵国下的批吼，写互贵的批。伊是安尼写，讲迄寡逃亡避难的人来坐即只船了后。阮已经将恁国下所送来迄寡物件来分发互因啊。翻译员 William Paulson 的寡妇知影伊的丈夫无偌久进前坐一只白啊，要去小琉球坐船的时阵，落水拄死了后，是跋落水拄死了后，
就成困来请求对伊的翁的即个口座发2个月的薪水互伊，诚做伊含伊迄寡囡仔的生活费，因为因已经规年拢无领到薪水咯。即件事阮袂当决定，因此伊要请求恁阁下施允准。你阁下落于效劳的信簿，签名 M. Hurt。应上述官会要求而写，伫个 Acvin 号顶头，1662年2月19号。下底却有即个孝单啦吼，伊讲写毋是孝单一个登记的孝谱啊，写讲付清的2匹精致棉布，半匹几年的麻布。伫个商店里发现的物件的清单，这就拄则顶一张批写讲 M 号就伫个商店发现的物件的清单。好，下底是清单吼，就是印花棉布，毋知偌侪 piece 是伊写是包装单位啦吼 piece。但是伊无写数量，后壁写讲应该是8 piece， 每一个 piece 24匹。毋知偌侪里尔，后壁佫有一个20，后壁这应该是计数吧，20里尔就是钱的数额吼。佫来是7匹数几年的麻布，正确。54匹数的毯啊，应该是59匹数，是啥物意思？后壁10。186匹数康安布，德克一 piece。90匹的精致的棉布是9又163纽银，德克19:7纽银，这是什么意思？看无啦，我嘛看无吼。24又3尺的绒布，德克39又1/4尺大的绒布，这个咖啡色啦吼。36尺又36又1/4尺的笔记布，5尺的毋知啥物物件德克，59尺绿色的笔记布，266又1/8银元，现款正确，548单位不明的纽啊，无车纹布或者是德克41尺。毋知偌侪 piece 完整的笔记簿无找到，以及德克2 piece 的笔记簿，毋知偌侪银元，伊头前数量拢无写吼。日兰姐1662年2月17号签名 T.S. Van Iberen Daniel 6。附录36是归伊写互啥物人？写互即个。拄则有讲伊有写一张批俾国姓爷嘛，后来就应该一张批，咱来看写啥物吼。Frederick Quaid 当印度议会特殊议员，目前停伫下淡水河头前准备好航行的荷兰舰队司令官，伊殿下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问候致意。因为海风对南方开始吹来，烦恼讲将会对迄个方向透去强风，所以昨日暗时啊。伫阮的船只，甲迄寡人质国下送去陆上，又搁转来到阮遐以后，阮随对台湾港岛头前启程出航，航往海上，赶往此地来。但是因为南风停落来，所以阮到本国月19号才来到下淡水河头前停船。阮一直到今仔日拢袂当看到好无人的政务员某的某。含其他还阁伫咧福尔摩沙你殿下势力之下的5方的人来阮遮，为着希望即寡可怜的人会当望你殿下遣送转来，阮请求你殿下伫咧即个贵罪第一时间，尽量较紧甲即寡人送去暹罗，这是阮上希望的情形。若无就送去日本，同时敬请多方面善台因吼。所以要议员有即个落队的吼。倒无倒对的啦吼，规个人吼。下面写就是伫个东部河顶头2月20号，伫个淡水河头前1662年签名 Frederick Quaid
有一张纸吼，真潦草写一寡如下的数字吼，为着伊安尼写吼。哦，毋是啦，为着要避免到时阵找袂到即张纸，所以也甲即寡数字来插写伫下底，也就是附录37。好，来看即个写啥物。最后一篇啊，吼，咱整个这三大本吼，即个掠写日记吼。中文版啊，我是讲中文版啊，敢若是三大本的款吼，交即大本的吼。咱今仔日总算甲读煞吼，咱读偌久我袂记啊，读1年外敢有啦吼。附录37 ，Norton 甲伊的即个判吼 ，Norton 的对注口看者第55条 ，Hendrik Norton 所写的日记吼。Norton 甲伊的同伴，含迄寡卑南人以及炮手，商店的人甲荷习总管拢来坐船咯，吼。米收到咯，小船运粮室去船顶，伫赤坎的市镇的 Ottchen 阁下和 Hardware 阁下，这两位阁下就是去谈判，这两位阁下今仔日来坐船咯。马斯女士也来坐船咯。国姓爷迄边的人质对 Nelden 号去 Agvin 号去见 Ottches 阁下，米听讲已经交好啊，剩落来也无交来会超过300刀，吼，就是搁欠300刀啦，吼。国姓爷以处死威胁供应商，爱伊来提出收据，伊来阮请求收据，阮是大约也是有找着，但是阮是大约也找，但是无找着啦，吼。不过，阮表示已经真满意了吼。意思讲欠300刀袂要紧啦，准过啦吼。迄个供应商呢，又搁被捆绑，并且被胁迫爱处死刑，所以若无提出收据，按照新仔人残酷的即个法令吼，连伊的厝里的人也必须被处死啦吼。伊摕一张留啊被我方原谅的简短的批信交国姓爷，但是完全无帮赞吼。阮是安尼听讲啦吼，听讲无帮赞啦吼，算国姓爷我那照生气啦吼。国姓爷惊伊也害怕恐惧吼。我有说一时啊袂晓翻这4字吼，真惊即个性格吼。互伊伫迄个城堡里疑神疑鬼，不相信任何人，甲迄个城墙贴到遮尔悬吼。伫咧南边，佫做第3个城门，伫咧城堡里无士兵吼。所以国姓爷伫咧即个热兰遮城堡，我想讲伊袂当遮，伊会伫咧即个赤坎遐呢。好啦，不管吼，这是反正这是因的记录啦吼。真侪小炮拢囥伫咧一个所在，木沙呢吼，木沙内底是空的，无囥伫遐的沙土呢，因为惊会生山歹去。被伊摕去的所有迄寡大炮甲火药，拢被灌水。大的炮弹，伊无遵照条约办理来供应互阮。当地人拢伫咧一个窃窃私语，窃盗嘛，应该是读窃吧。卡比打起，读做切，或者是错吼，结果无切的声音，敢若有切甲错。我看一下大理大书店，收一字无？汉字打落去，切。大理大书店嘛收切吼。切刀吼，所以真应该是我自细汉听到迄种音拢是读毋对去吼。切刀、切厝、
切刀错是算小顶顶的时阵欺骗。哦，你有错我，大家毋错，通相错。哦，毋是，大家毋通相错。错是欺骗的意思，就是算小的时阵欺骗，叫做错。好，切叫做错啊。所以两个音吼，一个是切，一个是错哈。我看错伊无鬼色呢，错是就是窃窃私语去食这个错嘛。我看日文版吼，日文版的错是伫倒位啊？哪会无看？哦，伫遮无鬼色呢，真正无鬼色，毋知啥物意思。好，不要紧，还有一篇我看卖啊，还有一篇日文版的原册扫描有两个 link。拄则迄个错无鬼色，即个错嘛无鬼色，你算啥诶？好，错好，来咱转来一个附录37篇遮吼，讲大诶炮弹伊无遵照条约办理供应互阮吼，甲伊灌水吼。当地人拢伫咧错私语，低声哀怨。Van Iperen 和 Six 先生和所有的荷兰人去坐船，迄寡郑成功的人质，伫咧吴方的人质转来的时阵，同齐被设宴款待。吴方的人质要离开陆上的时阵呢，被用盛宴皇帝餐哦，写刮胡写皇帝餐来款待。有三个官吏伫咧迄个有着一条堡轰炸的时阵被炸死。有约50个较低阶的官员被炸死。国师爷若是因为被请去参加大官吏的庆功宴来行出迄个碉堡，一定和迄寡人共款被炸死。哦，迄当阵对啦，有听讲国师爷嫌叫炸死哦。国师爷家己当时就伫咧真瓦郡遐的迄个所在吼，所以迄当阵。确实有听讲即个消息嘛？即嘛证实确实是安尼吼。郑成功查一底啊，就迄个去领便当吼，历史就规拢改写吼。大公 Eldert 被派去陆上，顶面所记载即寡记录、书信、指令甲速记，拢核对因的原件无误。伫咧巴达维亚城，1662年12月25号吼。为虾米这是写伫巴达维亚？巴达维亚吼，歹势是最后整理的是已经伫印尼遮吼，巴达维亚城整理，1662年12月25号整理吼，签名是 Marville。好，以上吼，放一下音乐啦吼，音乐甲落去，咱已经结束啊吼。下底注卡一堆吼，我都无爱读啊，我这拢无啥物好看。好。所以这篇读煞，规个整个结束吼，时间也拄啊好吼，拄过1分钟。我看卖啊，我先甲这个停落吼，停止。